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有看到咱即个叫做 Sophia 教堂，但是吼，即个毋是咱熟悉的迄个哦，听土耳其有两个，大家知影个有两个教堂，拢叫 Sophia。结果我查起来，咱想要足济吼，毋哪两个呢？Sophia 是啥物意思？Sophia 就是智慧啦。哦，有智慧的教堂啊吼。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参观即个智慧的教堂。顶礼拜咱讲，即个海殿堂对无？海殿堂设立的所在，伫附近的教堂，咱一个一个来讲。对，所以为今仔日开始的，咱就要来参观无共款的，而且阮今仔日来到即个乌海，有人观众朋友去过乌海无？乌海感情真正是乌的咧。老师讲有一点仔乌，是毋是啊？我看是乌的，因为看过地中海，看过幼发拉底比格里斯，看过环湖，看到迄水拢足水，来到乌海，感觉讲是乌的，有迄个乌的感觉啊。对哦。所以就是讲，有人去过，甲咱分享，到底是因为天气乌暗变乌海，还是真正伊是乌的吼？而且咱今仔日要熟悉的即个叫做秘密，对无？足少人知影。教堂即个帝国足少人知影。有人听过无？什么叫做特拉布宗？特拉布宗帝国，即个帝国足少人听吼。我知影以前我阁毋捌听过。毋捌听过，因为伊是因为东罗马帝国互十字军甲伊拍倒以后，因从分做三个小国啦，三个小的国家伫土耳其的三个所在。上大的是尼西亚嘛，尼西亚，来特拉布宗，另外阁有一个更较细。特拉布宗的其中的一个，是讲十字军东征，甲东罗马帝国拍散去，从分做三个小国。毋过后来迄个尼西亚阁有倒转去拜占庭，甲迄个就是意大利的教宗即边的势力阁甲赶出去伊的地点是倒位呢？即个就是讲为即个伊斯坦堡对无？飞坐飞机要2点钟啦。坐飞机要2点钟哦，这真正有一点仔远呢。毋知影土耳其遮尔远，即个土地遮尔大吼。本地的迄个索菲亚教堂，咱逐个知影，迄个较水，迄个伫遮，是毋是伫这附近尔？伊斯坦堡的附近有一个。因为迄个特拉布宗帝国伊就是讲伊要传承原来伊斯坦堡帝国的所有的管理，所以伊的特拉布宗的所在呢，伊就甲伊起一个礼拜堂，甲伊共款。所以即个所在呢，叫做哈基亚就是神的，敢是？哈基亚索菲亚哈基亚圣索菲亚对。好，所以可能无像咱知影迄个遐尼水吼，但是嘛是足水的呢。若讲这是拜占庭的建筑，毋知影这是建筑，咱想分足济派吼，拢分袂清安尼。进前咱伫欧洲即边吼，维也纳即边拢是歌德，无就是啥物。迄什么天较悬较水的毋过咱知影这间教堂是伫1200几年的时起的，毋过伫差不多400年的时阵，就讲500年前，遮就已经有一间教堂。迄间教堂是较细间，后来的特拉布宗伫遮建国的时甲伊变做大间诶。伊本来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后来是东正教，后来改做清真寺呢，所以清真寺是后来改，因为咱知影迄个奥特曼土耳其伊毋是甲东罗马帝国消灭嘛，消灭所有东罗马帝国诶庙寺，就是讲迄阵诶教堂拢改做清真寺。是安尼。所以就是咱看到诶即本其实咱等下会看到讲内面既然改来改去诶但是伊为着要甲原底诶即个东正教诶物件甲伊挖出来所以有一点因为朝代咧变，甲顶仔着东正教，甲顶仔着罗马诶天主教，小等者着个变伊斯兰诶有无？安尼变来变去，若变一个朝代内底话着甲伊改掉，改掉是用安怎改？是甲伊用一轮火甲伊抹起哩。迄个四壁画伫遮教堂，咱连续有几啊届拢要讲着四壁画。四壁画就讲淡的壁画，淡的壁画什么意思？就讲你用白火甲伊抹伫壁，迄个白火还未焦以前，还佫淡淡，你就开始爱画啦，甲你的画红的色水拢总甲画了，画了等伊焦去的是迄个色底就加入去壁内底，那安尼就会当当咧规清淡的，拢袂变。无要紧，咱等下佫斟酌来讲这对无？等下老师会斟酌讲点咱先来看这康十字军东征佫有关系因为遮足乱的呢。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其实十字军东征是因为要甲耶路撒冷讨转，毋过足济届十字军拢无行到耶路撒冷，有第四届上严重，第四届因行来到君士坦丁就是拜占庭的首都的时阵就从甲东罗马帝国，就是讲基督教抢基督教啦。因为东罗马帝国，因为东正教嘛是基督教，像迄个罗马天主教嘛是算基督教，基督教拍基督教会当讲安尼啦，拍到国家就变弱，所以土耳其的回教起来以后，一个就甲你占领，所以家己败坏家己变做基督教，家己战乱去。就是讲迄句螳螂捕蝉，麻雀在后，对无？因两个冤家叫十字军就无组织，无目标，伫就是讲甲拜占庭内底有足济有值钱的物件，拢甲伊抢掉，拢甲伊淘汰去，安尼嘛。所以就败是毋知分做三个小国，虽然后来有佫倒转去，尼西亚帝国有佫倒转去拜占庭，佫甲罗马天主教赶倒转，佫恢复迄个希腊东正教。因两边的上开始的差别是因为，伫拜占庭这边，伊是用希腊的话来做礼拜仪式。毋过罗马迄边天主教是用拉丁语，两个语言无共款，无共款就慢慢因的内容啦，还是崇拜方式、思想、价值观，就渐渐拢脱开去是安尼。是所以伊就是讲，迄阵什么希腊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对。希腊台语讲啥物希腊，OK， 希腊的东正教，东方的正教啦，罗马嘅天主教。罗马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所以因遮的人呢，去互土耳其的人赶出去，是毋是？土耳其穆罕默德，咱甲你会讲到穆罕默德二世，就是迄个做到小战，伊起来是就甲东罗马帝国消灭了。所以伊伫迄个，但是伫当地希腊什么？希腊无？你讲希腊人穆斯林，佮住伫遮。老师翕的即张啥物？一数61就是既然讲，迄
迄个穆斯林的穆罕默德二世哦，伊毋是一概的消灭东罗马帝国，毋是安尼啦。伊大成消灭这个小国叫特拉布宗帝国，是1461年吼穆罕默德甲伊消灭的啦。所以这一定是穆罕默德的人，然后甲伊写起来1461做纪念。对，特拉布宗这个帝国就消灭啦。但是东罗马帝国还佫有哦，一直到1584年。甲完全甲东罗马帝国完全消灭掉。听讲即个穆罕默德吼，足厉害诶，会晓八种话。伊21岁就会当做指挥官，领队进攻伊斯兰领袖，就是拜占庭帝国啦，就好灭掉。伊会当讲领土耳其诶话、阿美尼亚诶话，甲希腊话。斯拉夫的话，甲希伯来、波斯、拉丁、阿拉伯8种语言，伊拢会晓讲。老师在天才呢吼！我即阵吼在要学一种叫做斯洛伐克语，学2档个学袂晓，讲无2-3句安尼吼。所以这真正是人爱作少年学，你若10几岁学，你若讲10岁来开始学。足紧，你着足侪语言拢会晓讲。是哦，迄较细汉诶时吼，有诶人会讲。细汉诶时学足紧啦，到这岁要学着困难。而且听讲伊是这附近对无？你看即个乌海诶附近诶，等于讲伊这附近诶国家诶话，附近诶国家有足侪哦，你看有伊拉克啦，有伊朗啦，有叙利亚啦，亚美尼亚。佫有乔治亚，佫有俄罗斯，佫有乌克兰。即阵咧战争诶所在，罗马尼、保加利亚，拢是伫即个黑海沿岸。即个乌海边啊，吼，足侪国家按迄个战争嘛，足侪，而且。像咱知影，即摆咧战争里对。全世界诶战争伫乌海顶迄个小岛，即个所在迄个半岛，因为即摆是互苏联吼，就是讲俄罗斯甲占领，乌克兰要甲伊讨倒转，所以逐日拢伫遐相战，逐日拢有死1000人以上啊，所以已经有400几个兵啊，毋是百几个，是100万啦。100万超过阿边个人去互开始啊吼，所以伊就是讲即个海吼，为到长。即个乌海诶南边，目前是无动无静啦，真逐项拢毋知影。我去伫遐就无感觉有烧钱诶感觉。老师是伫迄个乌海诶南边啊。今仔日讲诶是即个位。特拉布宗乌海海边，对，即个海水，咱想做爽快吼，8度到20度尔吼，所以应该是讲即个天气是足好诶吼，袂讲足寒，也嘛袂足热，对无？所以是本来为遮伊斯坦堡安来飞来遮，拢伫即个土耳其。我毋是对伊斯坦堡飞去诶哦。我是对南边哦，南边就是讲伫爱丁堡诶所在，亚拉拉山诶所在，坐车坐巴士对顶悬去，向北经过足侪山路，经过山路诶棚空，甲弄出去到遐。所以老师是为即个南边即边安尼去。南边，就叙利亚诶边啊遐啦，对啊。顶礼拜无看到诶，会当无听到会当转去看吼。爱丁堡，就是爱丁堡遐去啦。东夏娃诶所在吼，为遐起来到遮吼，安尼，大家有经过乌海诶人会当来看。乌海，真正乌诶哦，迄是天气无好吧？是较暗啦，因为暗时，但是听讲海水甲地中海海水有较乌着。那是乌诶。好，这就是拄则老师讲诶，淡诶
谈的壁话，谈的壁话吼。所以你看有一寡迄吼落去的，咱看诶内底一定是白色的，就是用白火甲伊抹起哩。抹去白火还未打，你打去就无效啊。就还未打诶时，你较紧甲菜熄去哩。菜熄去咧，熄水就食入去伫迄个石火诶内面，变足够啦。迄个熄。迄个话变足够，毋是安尼浅浅薄薄，足够你咧经过足久诶时间拢袂变色。是，伊这白白是因为去互烤落来，本来去互啥物？因为拢变换嘛吼，你看，若讲花到尾啊，伊就甲你固起来啊。迄个基督教诶，迄个故事，因为较早人吼，袂啥会晓读圣经啦。捌字诶人无几个啦，你若讲1000年前，捌字诶人无几个，要安怎看圣经？因为用画行互人看，所以圣经故事全部拢画行啊。对，你去教堂就像喺咧读圣经啊。对，你去教堂边仔吼，会看到足济足水诶红仔图吼。所以这是一种足困难诶话，因为咧谈诶时较紧话。这应该是囡仔人上欢喜哦，甲伊用好淡，来甲伊用黑白话。黑白话你但是淡，你袂使甲画了连一定白话也无去，袂使安尼。原来爱轻啊画。会是吼，所以因这个啥物画家足厉害诶，伊爱足紧吼。爱赶时间啊！你袂当讲我100画，要画2日较好，无安尼。你一届就爱画好啊，一步就爱解决啦。迄个石火还未打以前，你就爱解决，爱画好。通常爱画一档，即阵爱1点钟安尼，安尼真正无简单。然后有人看过即种画无吼？就是用石灰对无？伊个甲伊抹起哩，白白是用好淡，来较紧甲伊固诶，毋是较紧画吼，用迄个有色诶颜料吼，较紧甲伊画吼。所以差不多伫1000年前诶教堂，逐间教堂拢有啊。是，逐间教堂拢有迄个淡诶壁画。听讲即个是啥物？创世纪顶悬诶哦。迄创世纪顶悬诶故事啦。阿当夏娃伫爱甸人，后来即只蛇甲伊讲，甲母影上帝安尼讲。就是讲创世纪诶故事画伫顶悬，当然还佫有人解说，你着会晓看这红仔图啥物意思。若无真足看，无人解说诶话，真正是看无吼。听讲老师即届参观诶即个团吼，是真正是咧讲圣经诶故事。拢咧看迄个石头诶啦。你是咧上课诶，毋是去算诶哦。拢是咧看石头诶。真正是看石头，因为圣经讲石头会讲话对无？所以爱甲石头斟酌看吼。咱有人约着即个是啥物故事无？即个圣经故事上约着，应该足好约。因为六个水缸是啥物意思？有人知影无？就是耶稣第一个信仰。老师。因为伫遐咧宴会啊，但无酒啊，主人要怎样办？耶稣因老母就甲耶稣讲因无酒啊，耶稣就教因讲，你甲水缸倒水倒互滴。即个是咧洗骹呢，迄阵咧洗骹诶水缸。本地是咧洗骹用诶，讲甲水缸拢倒互滴，就开始倒六个水缸倒滴，然后讲你搁甲伊拼出来，拼出来变成上好食、上好诶酒。上好啉诶酒。所以管会堂诶，算做多子师傅啦，总铺师就讲哇，你哪会甲上好诶酒留到即阵？人拢是甲好酒留先互啉，歹甲留粒粒，你是甲上好诶留粒粒，伊毋知影上好诶酒是安怎来诶。对，所以想要啉上好诶酒诶，爱来信耶稣，是毋是安尼？老师就是讲伫上帝遐吼，永远拢有上好诶哦，你想袂到诶哦。
咱即阵吼要来看老师翕的吼，虽然即届翕的可能有一点仔重，因为老师讲咧赶时间吼，所以会有一点仔晃动吼，但是逐个会当斟酌看吼，去到即个什么所在，湖海边啊，即个教堂，苏菲亚教堂吼。观众朋友知影吼，《路加福音》19章，有人毋知迄个故事的吼，咱转去看吼。这是迄阵留落来的吼，你看迄阵的大理石，真水。这是咱拄仔讲的创世纪的石头对无？这内面嘛，做围绕做水的。这个是拄则讲的迄个。四壁画，你要来第一边是对。嘿，这用目睭看较水是。这个音乐是台南新教会的人唱的，会景的音乐。看即个看即边的，维也纳即边的，佫无啥共款。主要就是湖海。这个是爱烫鞋啊，吼。哎，烫鞋啊，爱烫的。这是第一摆听到吼，因为进前是因为是迄个清真寺，所以去用高一顶高高的，后来甲伊凹落来的。佮甲伊凹的，会当要说啦，马里亚上的现出。原来马赛克的地板哦，用玻璃来看的，互你袂来打。所以伊就有做这款的。这本都有咧用哦，本个还是个变成博物馆的。老师讲，伊这本已经变做什么？博物馆。博物馆嘿，变博物，因为博物馆哦，就无宗教的设立在内底。是讲基督教也好啊，还是讲
讲伊斯兰也好，拢会使，恁的作品拢会当伫顶悬。哦，所以伊甲伊变做博物馆，较袂阁去互顾起来安尼。以前诶较看会着吼。所以咱讲诶即个故事是伫约翰福音第2章哦，伊会当转去吼，逐个会当毋捌圣经诶人哦，欢迎你来到教会来认捌阮诶上帝吼，阮诶上帝是足济神奇诶上帝，伊会当甲歹诶物件变做好诶吼。共款后礼拜吼，咱阁要继续来看老师讲后礼拜要来去到叨位咧，要看觅影。修道院，咱来看一间修道院。是哦，共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阁做伙来讲故事。今仔日非常感谢老师，感谢咱诶明辉美秋，阁有来听诶观众朋友吼，当来到遮认捌一个，即个名敢阁会记诶吼，一个帝国。特拉布宗帝国。是特拉布宗帝国吼。好，安尼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平安。